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11日，马太福音5章40安尼讲：忧伤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上帝会甲因安慰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在着为家己的罪来忧伤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信实公义的至高上帝，你的名伫全地应该受尊重，你的权能伫宇宙中应该受敬畏。主啊，愿人算什么？你竟然遐尼关心？世间人算什么？你竟然遐尼照顾？主啊，感谢你看阮最尊贵，也将阮当作你的宝贝。主啊，阮靠仔记家己的罪，亲像重担缀伫心上，互阮心内充满忧伤。主啊，总是你的疼袂改变。求你怜悯阮，因为你有丰盛的慈爱。求你擦消阮的罪过，主啊，因为阮知，为最忧伤的阮真有福气，因为你会甲阮安慰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